我哋而家介紹3條屯門區巴士線，分別係 58X、59X 同 67X。除咗大家都係喺服務屯門區同埋旺角東站做總站之外，呢3條線仲有唔少共通點。佢哋係喺同一時期，即係1980年代尾至1990年代初開辦，都係經荃灣路往返屯門至九龍，唔停荃灣同葵涌，亦都係少數當時可以俾政府放寬去到深水埗以南嘅巴士線。同4日4號一樣，佢哋服務嘅屯門區後來都有新鐵路，今次係西鐵線。但係呢3條 X 線服務嘅大部分屋邨都唔近西鐵線車站，只有 67X 嘅總站係喺正西鐵站旁邊。加上搭西鐵線都係要轉一次車先至嚟到旺角或者旺角東，唔夠巴士直接，所以呢啲巴士線嘅客量同樣未受到太大影響。58X 往返良景村，經旺角至美孚、葵涌道、荃灣路、屯門公路、屯門市中心、新墟、健身村、田景村，同埋平日朝頭早繁忙時間有一班車由健身村單向去旺角東站。佢1990年開辦，當時只喺平日繁忙時間同假日朝頭早至黃昏時段服務。1991年改為全日服務，同埋喺平日66X 停開個時間改經山景村同大興村。1993年66X 改為全日服務。58X 唔再經山景同大興，除咗良田區居民之外，58X 嘅乘客部分係來自屯門市中心，因為58X 比以屯門市中心為總站嘅60號 X 更加直接，而同樣經屯門市中心嘅63X 就比58X 多好多。59X 往返屯門碼頭，經旺角至美孚、葵涌道、荃灣路、屯門公路、富健花園、兆山苑、湖景村。另外，朝早繁忙時間有7班特別班次，分別由新屯門中心同龍門居開出，單向去旺角東站。佢喺1988年開辦。喺1991年，佢增設空調巴士服務，係屯門區第一條增設空調巴士服務嘅巴士線。以前喺荃葵青交通總站循例介紹過嘅 59M， 深水埗嗰集提過嘅 59A， 同埋美孚嗰集提過嘅 N260， 都係同呢條 59X 一齊服務屯門碼頭一帶嘅屋苑。但 59X 喺嗰邊係經湖景路同湖山路，而包括 59A、59M 同 N260 嘅其他巴士線，就經湖翠路近美樂花園嘅一段。67X 往返兆康苑，經旺角至美孚、葵涌道、荃灣路、屯門公路、屯門市中心、新墟、彩輝花園、嶺南大學、富泰村。佢1988年開辦，1994年改經青山公路嶺南段，2066年唔再經井財街，改為直行青山公路新墟段。相比 58X 同埋 59X，67X 客量係比較少，面對嘅競爭亦比較正面。佢個總站兆康苑就喺西鐵線兆康站嘅旁邊。而佢初期開辦嗰陣呢，青山公路近新墟嘅一段人口唔算十分密集，後來新墟一帶有多個屋苑入伙，67X 嘅客量先至逐步穩定。除咗頭先講過嘅幾條去新界西嘅路線，呢度亦有2條巴士線去將軍澳，包括 93K 同通宵線 N293。93K 往返寶林，即係新都城第2期近寶林港鐵站。路線經寶林村、翠林村、康盛花園、寶達村、秀茂坪村、觀塘市中心、牛頭角、九龍灣、彩虹村、新蒲崗、九龍城、土瓜灣、紅磡、油麻地同旺角。佢喺1988年開辦，最初經協和街同埋秀茂坪嘅曉光街，1990年就改經鯉魚門道同將軍澳道。同之前介紹嘅幾條路線唔同，93K 相比後來通車嘅港鐵，以至去將軍澳嘅巴士線，例如喺美孚介紹過嘅 98C 迂迴，即係話全程行車路線係好長，所以現時 93K 係服務流水乘客或者輔助其他巴士線為主。N293 往返尚德邨係通宵線，經將軍澳廣場、坑口、寶林、翠林村、康盛花園、寶達村、秀茂坪村、觀塘、牛頭角、九龍灣、彩虹村、新蒲崗、九龍城、旺角。喺1989年開辦，原本叫做 293S， 係新界第一條通宵巴士線。1996年改稱 N293。自開辦開始，佢嘅路線不斷被延長。佢開辦嗰陣係來往寶林至旺角亞皆老街。1991年將軍澳總站由寶林延長去坑口北。1996年配合九龍城太子道東通宵轉車站啟用，佢嘅九龍總站縮短到九龍城，同埋引入一種叫做直達票嘅轉車方式。
即係乘客喺第一程落車嗰陣，俾車費同埋向司機攞一張直達票，用嚟轉乘另一條巴士線。然後喺第二程落車嗰陣，將直達票放落錢箱裏邊，唔使再俾車費。由於當時九巴未實施八達通卡電子收費，所以係要用實物嚟證明乘客係咪轉車乘客，程序亦都比較複雜。不過呢個直達票轉車模式喺九巴實施八達通卡轉乘收費之後呢，仍然繼續實施。1999年 N293 嘅將軍澳總站延長去尚德。2001年喺將軍澳居民要求之下 ，N293 再由九龍城延長返去旺角，但係就改為循環線，令佢曾經成為全港路線最長嘅循環巴士線。2004年佢取消循環線運作。2006年去旺角方向改經唐俊街同寶邑路，服務將軍澳廣場一帶。有指將軍澳居民一直都唔中意搭 N293，因為 N293 要經將軍澳多個地點，包括將軍澳市中心、坑口、寶林、翠林，又要經山上嘅寶林路同秀茂坪，車程非常之長。佢喺實施循環線期間，班次好唔穩定，有時等好耐都冇車，有時一出就幾架車。呢個情況喺取消循環線運作之後先得到改善。2005年，新巴自行開辦 N796 通宵線，途經將軍澳隧道，唔經坑口、寶林、翠林同秀茂坪，車程比 N293 快好多，令 N293 客量有所下跌。有唔少巴士曾經喺旺角火車站做總站或者循環點，包括九巴 A4、1K、2K、95K、241S、293P、N268、新巴701、九鐵巴士 K15 同埋城巴 N21。1號 K 同2號 K 1983年開辦，都係來往旺角火車站至紅磡車站嘅循環線，經尖沙咀、旺角、九龍城同土瓜灣。但1 K 係順時針行走，而2號 K 就係逆時針行走。後來因為沿途有許多替代路線，2號 K 喺1992年取消，而1號 K 就喺1994年取消。A4 喺1989年開辦，來往啟德機場至旺角火車站。1990年總站由旺角火車站搬去中港碼頭。95K 1989年1月開辦，來往將軍澳翠林村至旺角火車站。1990年九龍總站搬去佐敦道碼頭，同埋改編號做95號。K15 喺1989年7月開辦，來往旺角火車站至中港碼頭，由九廣東鐵接駁巴士、香港小輪同信和集團聯合開辦。1990年改由九鐵公司經營，1999年改由九巴經營。2001年佢改經富榮花園，2004年取消。241S 喺1990年開辦通宵線，來往青衣長安村至旺角火車站。1992年九龍總站搬去九龍車站，即係而家嘅紅磡鐵路站。1996年編號改為 N241。293P 喺1992年開辦，由將軍澳寶林單向去九龍城嘅太子道東，只係喺上午繁忙時間服務。1999年九龍總站延長到旺角火車站。2002年配合地鐵將軍澳線通車，九巴重組將軍澳區路線，293P 取消。N21 喺1997年開辦，來往旺角火車站至赤鱲角，係北大嶼山第一條通宵巴士線。1998年機場總站延長去機場地面運輸中心。1999年九龍總站延長到尖沙咀碼頭，取代同日取消嘅 N22。N268 喺2003年1月配合落馬洲管制站實施24小時通關而開辦，佢係通宵線，當時來往落馬洲至旺角火車站，經大欖隧道、荃灣同埋葵涌，但客量唔係幾好，1個月之後就取消。701喺2003年12月配合九廣西鐵通車而開辦，來往南昌站至旺角火車站循環線。2004年循環點由旺角火車站縮短到旺角道。另外仲有九巴 24K 同 27K， 名義上係喺旺角火車站做循環點，但實際上就冇到過旺角火車站巴士總站。27K 喺1982年開辦，來往觀塘順天村；24K 就喺1983年開辦，來往九龍灣啟業村，兩條都係循環線，而佢哋都係只經洗衣街，唔入巴士總站。24K 喺1985至1988年間曾經入過下面嘅聯運街。1997年，24K 同 27K 一齊取消 K 字尾，分別改編號做24同埋27號。